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我们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你好，收看欢迎收看1月10號的中間台南電新聞。台南市根據了解，對去年11月傳出有7名幼兒園的兒童受虐待，想要到12月底，在桂林一間幼兒園，一班26名兒童，竟然有18名攏受教保員無適當的管教。對此，議員林彥祖接受這位家長的陳情，召開記者會，嚴格批評市府教育局嚴重失靈。老師弄這樣打，不要打頭啦。老師是給我這樣子很大力打。透過現場家長提供的示意的影片，幼兒園的兒童一直講老師安怎來拍，甚至送到幼兒園讀冊時，效果非常的凄慘。不但小朋友唔敢去讀冊，就連看到厝內面的人，嘛攏變甲唔敢講話。就是沒想到這種事情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我的小孩每一天晚上都不敢睡覺，睡到半夜還會起來哭，老師你不要打我。每天起床就很抗拒我才跑去上學，到了學校門口
足活泼的囡仔，结果敲电话给伊，若看到阿公，看到熟悉人，一颠倒走去灭，唔敢甲你叫。我若想到我家生活有够艰苦，想到这阵啊这段时间你好好读册，心内所受的痛苦，咱无法度去提心咯。想到我有够唔甘，一个囡仔本来就这活泼，为什么要安尼甲对待？议员林彦竹表示，自去年11月，永康发生7名幼儿园的儿童受虐待，尚未到12月底，还佫接到未少的家长申请。桂林一间幼儿园竟然传出一班有26名儿童，竟然有18位疑似受到不当的管教。伫个家长想要调监视器的画面，结果佫被阻挡，因此批评教育局严重的失灵。我觉得很鬼扯，你告诉我说没这件事情，我说等我把监视器都看完再来说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26个小孩，18个被受虐，你们到底有没有在稽查幼儿园呐？为什么经常师生比不符合啦？为什么一再的虐童啦？那市长，你不是说虐童零容忍吗？你的政策完全也失能，所以我说郑兴辉让家长心灰意冷。为什么？为什么一直这样的所有的幼儿园的名校都发生这种问题？你台南市教育局不是完全失能吗？对此，教育局回应，目前专案嘛委托专家来介入调查，如果属实，一定会以相当来处罚。当然，对这个案件的部分，我们重申这个立场，只要属实，我们一定会用最重的方式来裁罚，包括对当事人的裁罚60万元，以及不得终身在这个幼教的机构来任教。那同时也会公布这个行为人、负责人，还有这个教保服务机构的名称。对园所部分，我真的也很生气。我们局长在12月26号有做这个重大的宣示。对于如果园所再发生这个重大的违法事件的部分，我们不排除最重废止他的许可，或者是减招、停招或停办的规定。我想这一次我们教育局一定会硬起来。来把这件事情做好。虽然依照法令，在必要的范围，家长有权来调阅影片，但必须要去识别化。就连副局长家己看了影片，嘛感觉相当的唔甘。至于未来的处理方式，市府秘书长嘛坦承，确实有需要来检讨。我想加强稽查一定要做了，更要落实。而且你如果有这个平常去稽查的话，有一些幼稚园他就比较不敢有一些。那个内统的状况出生，所以包括去稽查的时候，幼稚园里面的录影带、影带要去查看有没有这个有那个内统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对幼稚园来讲，他会有一些压力，他也会去做好一些管教的工作，不要让这个助理员或是老师对儿童的这个暴力啦，我想这个部分未来教育局一定要加强去稽查。议员表示，目前检视的影片是发生的班级，但根据幼儿的讲法，老师传到别班来罚规，还有一班幼幼班的监视器的画面，因为警方伫第一时间到场，结果幼儿园讲应答歹去，对此警方嘛马上来查扣，并且送厂商。希望进一步会用修复。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区主要干道之一的健康路段，近来正式偏心式的道外专用道，好容易踏车的交通明显顺畅，备受沿路人的好评。对此向中央大力争取该改善工程的立委林俊宪，马蹄路口踩上好转，就是现在创意扛棒相当听棒。台南市区主要干道之一的健康路段，车流量真大，加上路况无够，造成直行车容易因为道外塌掉的，甚至要正弯嘛容易发生事故。为了解决问题，让交通顺畅，中央甲地方合作开5200万进行偏心式道外的专用车道改善工程。该工程在去年底有11个路口拢顺利完工，受到沿路人高度肯定。这个改善很多，超级多的。这个就我个人开车而言，我觉得
改善的非常多，很好。会影响到后面车子的动线，好像会比较容易打结。那现在多了这个左转的专用道之后呢，感觉开车起来也停起来比较顺畅，然后也比较安心一点。该工程背后大力争取的立委林俊宪，也幕僚马英委员的名做文章，发挥卡数推出好转就是现在创意扛棒，就方面宣传交通工程小小改革都大大效益，嘛希望引起市民关心甲共识。做了11个路口做示范，健康路、这个中华西路，未来还有西门路、甲金华路。那这种偏心式左转车道做了后呢，我接到很多民众非常正面的反应，就是讲车辆行驶可以做顺畅，而且呢左转的时候你不会塞住后面的车你后面的车也不会被你挡住然后呢也不会卡到右边的车辆而且又变得比较安全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推行到，把推上到规个台南市去。这绝对会当增加行车的这个效率，一个安全。健康路示范计划成果，市府嘛将作为其他路段改造的参考，在新的年度进一步扩大适用。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有台湾精品牛肉面之称的满汉玉品，对2019年甲故宫博物馆合作交单，为了庆祝品牌10周年，嘛再次甲故宫合作，在台南南西图举办一场食品艺术展览。该展览设计了对现在穿越古早相当有看头，欢迎民众做回来体验。统一企业自2019年甲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合作。甲经典的国宝元素融入饮食的设计，每年甲故宫推出联名限定款的礼盒。今年拄好统一食品满汉玉品推出满10周年，加上故宫100周年，因此将故宫的珍藏芦荟集锦册的花间形容，融入满汉玉品的包装，希望新的一档再来富贵长春，金玉满堂。满汉玉品是统一企业集40多年来制面的一个工艺的大成所生产出来一个伴手礼的商品。那在产品开发之初，我们就是以享受美味、享受人生的生活美食家为定位。那作为一个精致伴手礼的一个产品，我想它整个内在美或外在美都相当重要。所以内在美来讲的话，就我们会传递了我们中华文化一个帝王美食的一个精髓，同时结合像我们故宫博物院我们这些文物瑰宝的意象，然后透过我们整个一个创意，将这样创意融入我们整个外包装的设计里面，所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这产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个味觉跟视觉的一个双重的享受。是这些的国宝文物，我们更进一步的，除了是它的一个周年或是100年院庆以外，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一个利用。那这一次跟统一企业的一个合作，让我们历来跟他们合作的这些的一个产品的文物内容，能够透过这个展览精彩的一个呈现，这是非常难得的。就我们的合作经验里面，其实我们的厂商愿意这样的一个投资，把文物跟它这些产品的一个精华做一次的呈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各位贵宾在各位展厅里面，其实可以细细欣赏到，不只是产品美丽的一个包装，更可以欣赏到我们文物的一些内涵。我想这是对这个展览跟统一企业的一个肯定。位伫台南南西图 F5的展区，一进入会场就亲像穿越时空。除了结合故宫复刻的作品，另外也有当代艺术家创新的作品。同时，现场还佫设计一种沉浸式观展的活动区，让民众伫参观的时，嘛用个感受文化的活力甲着温度。伫开幕式当天，还佫有皇帝来品尝满汉玉品，类似宫廷剧同款。这场的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到2月16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利用春节的假期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华古今礼物协会10号伫福尔摩沙酒店举办献予旅行者365天这本册观景仪式，这个贵宾拢到场见证用佛学的智慧来供给旅行者心灵的安慰，场面相当温馨。由佛光出版社出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
这本书集结了400位作者、800篇作品，内容传达各种光明正向的佛学思想，能鼓励与振奋读者心灵。满洲法师表示，赠书的目的是希望大师的智慧与慈悲，能祝福旅客在人生的旅途中迈向更积极光明的生命态度。这本书放在饭店的每一个房间，能够让每一个来访的客人，他可以多增添一份温暖的陪伴。那星云大师也说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生的旅客，在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当中，我们在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了一些困境。这个时候呢，身边如果有一本好书作为我们的老师，就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转身的机会，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迈向一个积极光明一个勇往向前的一个生命态度。这本书我们知道是我们佛光山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编制，那么最主要就是这本书是结合我们中华文化，还有人间佛教，那它的精华，那希望就是在每一个饭店，全球5大洲的饭店每一个房间都能够有这本书。会有这次赠书的因缘开端，是因为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总经理涂正中在某次旅途的因缘际会中详读此书，感觉十分适合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的旅客阅读，希望让读者获得沉淀与启发。旅行的一个途中看到这本书就是翻阅之后，还有详读之后，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的饭店来让我们的客人来使用来了解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一个机缘跟我们的一个想法也希望这本书可以来这边得到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沉淀，还有一些的启发。满洲法师说，献给旅行者365日，被翻译成16国语言，遍布5大洲各旅店。这次捐出250本书籍给福尔摩沙游艇酒店，就是希望能够温暖来往旅客的心灵。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迎接新年，是各文创又有全新的时空魔法要甲大家见面。这摆因将对糖厂内拍远的空间，用光影甲声音等创作艺术，将整个空间变成魔法世界。展览在1月27日营运，并且在2月8号魔法市集的期间正式开幕，邀请国内外游客拢共同来体验。这处隐匿在百年糖厂的神秘角落，石鼓文创透过惊人创意和艺术手法，推出全新巨作《时空魔花》。游客得先通过一片镜面打造的空间，映入眼帘就是代表无穷生命力的神兽古灵儿和宝宝古灵娃一起守护这片圣域。今年适逢蛇年，更有新年的吉祥祈福。至于这片象征生命之树所孕育的魔花，透过光影和结构的巧妙运用，让游客像进入如梦似幻的魔法旅程。它的全部的场景呢是由石鼓文创团队跟我们的电影美术设计的吉娃娃老师，也是郑志涵老师共同携手打造的。那呢，希望将园区打造成为这个魔法园区。那呢，结合动态表演的艺术，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台湾文创表演艺术的一个生命力。我觉得那个花是很有生命力的，然后它的那个管线很像仙人掌。然后就觉得说，然后又提到说那个糖精啊、糖啊、砂糖啊，很像沙漠。所以就是结合了这些，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就想到了时空魔花，然后又要结合现在的未来科技，所以我们就让这些花都会变成是机械格的开合花，可以做活动的，也可以跟它互动。
光影和结构的变化让昔日糖厂焕然一新，每个细节都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至于备受期待的魔法森林市集，也将于2月8号至2月16号集结上百家品牌在园区盛大举行。这除了是台湾首创的沉浸式魔法盛典，另外活动特色黑角域魔法拍卖会更是亮点。很多人都很期待的就是一个魔法的道具的拍卖会。那我们这一次的拍卖会也会在一个糖罐里面做一个非常超现实状态的复古的拍卖会，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场域，你好像仿佛电影场景一般。结合奇幻和神秘元素的装置或物件，再次颠覆您的想象，邀请您亲身体验。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来到桃园路地一间酒厂，因为头家曾经在日本啉到番薯酒，感觉相当的新鲜，所以家己开酒厂来专门生产属于咱台湾的番薯酒。结果不止在2020年世界烈酒的比赛当中，摕下2面金牌好成绩。嘛，期待以后研发更较侪新酒，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一大袋地瓜一股脑倒进机器中开始进行清洗，尽管外形不如市面上常见那样美观，但它们却能变身成美味饮料地瓜酒。这间隐身在芦竹五九统山山脚下的酒厂，每天开动机器生产全台少见的地瓜酒，并在2019年开始参加酒类品评比赛，在2022年世界烈酒竞赛中，以全垒打之姿拿下2金3银2铜的好成绩，堪称台湾之光。酒厂老板也娓娓道来他在2017年开始制作地瓜酒的初衷。应该说20年前我在日本喝到地瓜酒，那我对这个喝到当下其实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但是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觉得，这酒还蛮香甜好喝的，然后就心里有个想法，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台湾没有？台湾长得像台湾的地形像地瓜啦，或者说我们地瓜的大产地嘛，因为我们到处在种地瓜，而且以前的人就是靠地瓜养过来的。10年前吧，就人生有个制酒的冲动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了解地瓜酒怎么做，就自己去上网找资料啊、买书啊、买器材这样来实验，然后就想那来做伴手礼这样开始，然后5年前，大概将近6年前吧，然后就来这里租了这个地方，然后开始我的制酒梦这样。2017年成立，2019年就开始去参加比赛，从2019年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然后连续3年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之后呢，我们在2022年开始挑战了旧金山世界烈酒大赛，因为它这个比赛规模更大，然后再是说各种种类都去了，然后各个国家都去了，所以这个要得奖。得到优秀的奖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得到双金奖，也得到金牌奖，这都是要花时间，甚至要产品的一个水准才能达到的事情。可别小看地瓜酿造出来的酒，酒厂员工表示，地瓜酒的酒精含量可是高达60度，比高粱酒的58度还要高。而且在台湾湿热的气候环境下，不用太长的熟成时间，便可让民众品尝到地瓜酒独特的香甜风味。在地里长也向大家大力推荐。我们选用的橡木桶的 size 大小其实非常的小，对，30、50跟200公升。那桶子越小的话，熟成的速度其实越快。那再加上天气又很热，就是快上加快。所以我们目前出过年份最高的酒是3年半的时间。那大家会觉得，3年半听起来好像没有很长嘛，因为外面的酒动不动都10年、20年、30年的。但是，刚刚提到的桶的 size， 然后还有气温的关系，我们3年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有风味。我们的度数是60度，我们最就是招牌的这支地瓜酒的度数是60度。那它的烈度就是酒精度是在的，那它烈但是不辣，吞下去之后是很顺口的温润的感觉，然后入口之后会有甘甜的回甘的味道在舌面，然后地瓜的香味会长时间的停留在嘴巴里面。因为我们是采一次蒸馏，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酒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物体，所以喝完之后，基本上我自己喝完的经验是，跟客人给我的回馈是不太会有宿醉的，隔天不会有宿醉这个问题，头不太会痛。我们这里呢也接近了A10站，那当然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只要是你要来品酒的话，坐到A10站来这边的话，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当然公司它很诚意嘛，就我们大家来这边的品酒，但能知道这个地瓜酒确实真的是好上又好。
除了地瓜酒，酒厂老板也与几位青年员工一起尝试开发台湾各地水果来搭配地瓜酒，生产加烈水果酒。比如桃园拉拉山水蜜桃便已成为一大主力商品。员工也分享研发新酒的有趣之处，每次试酿开酒都宛如在开宝箱，期盼成品能增添酒的风味，并能借此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让卖相不佳的蔬果有重生的可能。台湾就是水果王国嘛，所以我们就有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水果，在市面上应该算是比较少见。然后我们想说可以去突破看看，然后在市场上也没有这种变化性。然后我们下半年就主推，就是拿地瓜酒去混合水果发酵酒的产品，然后总共会有四个口味，一个是芭乐，然后橘子、红肉梨跟杨梅。在地的最大的产量就是拉拉山的水蜜桃，然后我们就是这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处理水蜜桃酒，然后它已经是现有产品，然后也卖得不错。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观音区的地瓜也有跟我们合作，然后有小量的尝试做看在地的地瓜酒，看会是有不同的风味还是什么。因为一开始会想象不到就是这种就是做出来是什么味道，毕竟市面上不太常见这种，就算有的话，通常可能会是那种化工调出来的，所以我们喝到那个发酵完的成品是蛮惊艳的，就跟原本预期的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就觉得可能会自己觉得应该会蛮成功的。酒厂自2017年开设至今6年多，无论是早期研发，又或是后期营运与销售，一路走来都有许多故事和细节，是当初只是饮酒爱好者的老板与员工们未曾设想到的。因此，他们也分享建议和心得给同样有酿酒梦的民众，希望大家能在深思熟虑后，再一起为台湾酒业发展尽份心力。或许你先实验，或者找人先代工。当你发觉你的市场存在的时候，你再去挑战开酒厂这件事。因为酒厂一开下去，你又没有足够的品牌力道的时候，你未来经营会非常辛苦。第一个就是有想法啦，然后要爱喝酒，然后最重要就是体力要很好。对，就是整个酿酒的过程，整个工作的内容其实超过70%以上是体力活，然后工作的环境其实不是非常舒服，其实蛮辛苦的。那真的要有热忱，然后要有愿意做的体力。再来是你要耐热，就是刚刚主持人有去采访，其实温度是非常的高。对，那我们平常要处理的是各式各样的格外品，都是需要拿的。是我觉得主动性跟积极度可能要高一点，然后还有应变能力。因为我们常会就是接到比较临时的工作，像是水果啊，就是采收完就会运过来，你立刻就要处理，因为再一放就会烂掉，我们也没地方冰，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比较有机动性的员工吗？酒厂名称取自地瓜的台语谐音，代表了酒厂主力商品地瓜酒，更透过努力不懈与对品质的坚持，出产获得世界金牌的地瓜酒，让台湾这块长得像地瓜，也生产许多好吃地瓜的土地，有了新一种地瓜特色。酒厂表示，未来也会持续研发更多款新酒，让台湾的农特产品有另一种风味的呈现，也为台湾酒业发展开辟另一条新路。记者刘雨婷同学报道。感谢收看1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